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劳动部已经2档无办大型的竞赛活动。昨劳动部是伫咧5凤科技大学举办分嘉南地区的就业博览会，开3500个工作机会，6成薪水拢对3万块起跳。民众专心写资料，准备要来面试。分嘉南地区上大场的就业博览会7月7日伫嘉义县举办。劳动部表示，这是南部上大场的就业博览会，提供要3500个工作机会，而且有6成薪水拢是3万块以上。有年薪高达80万的这个资讯的财务管理师哈，也有年薪月薪7万块的这个资讯经理啊。目前也在找印度的那个常务的主管，那原则上一定都是8万块以上的。受疫情影响，劳动部已经2档无举办就业博览会，这阵啊真侪学生拄毕业，这场南部上大场的活动吸引真侪人来参加。还蛮方便的不用每天滑104或11那些人事的网站在那边滑。对。了解自己想要应征的是什么，然后更了解一些工作内容。最先排的是所在地，然后再来会是薪水，最后才是兴趣。劳动部7月到9月要举办5场就业博览会，第一场就选伫嘉义县。劳动部长柯文春致辞时就讲，毕业生只要9月底找到头路，而且做满半冬，上悬有3万块的就业奖励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